后来继续要来讲，粪扫唔通乌白蛋。高雄市环保局1月到6月，就开出着14000多张的罚单，总裁罚的金额2000万，其中以乱搭混杂啊上介多。其中有73%拢是人检举的，检举的奖励金就发出着400万，上介厉害的检举人就摕到42万的检举的奖金。骑机车的人停车阳顶，抓土边两接，就是无人注意，才过分全咧随便乱弹，才拢叫吸起来检举。环保局的统计，高雄市今年正月到6月，拢总开发14308件，总金额是2048万。其中上侪就是食粉了乱弹。这半年来罚单万外件，拢是有人检举的，差不多占73%，奖励金差不多400万块。以乱丢烟蒂这种违规行为，最多有8000多件了。那我们裁罚的金额大概是有1100多万元。公共区域制造垃圾，卖去监视器翕落来。咱来到凤山文华里的儿童公园，涂骹有玻璃罐仔、饮料的杯仔，搁有分。有时候有的早上要去上班，他就把它放在那个转角那边。根据翕来的画面，若是乱弹粪扫，嘛会开罚，搁一摆甲伊提醒一下，要有公德心，随便破坏环境，都要付出代价。